我就是想问问你啊，这个男人出轨都有些什么表现？姐啊，你今天怎么突然之间问男人出轨的事儿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吧，老看电影看见那些男人出轨挺好玩的啊，我就想知道现实生活中间他们是怎么表现的。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男人出轨啊，都是会有蛛丝马迹的。蛛丝马迹？对呀，这方面啊，我可比你懂多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当初啊是我们怨妇联盟的队长。什么怨妇联盟？就是那些曾经啊被老公啊背叛过的太太一个组织啊。我们专门啊去跟踪那些男人，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啊，我们就去拆散他们，让他们离婚，让他们分居。我们那时候干的可是非常伟大的事业。奥婷，我不是要打散，是要撮合。来，可可，来，快坐。哎，小俊呢？没来啊，太好了，他不在就好了。哎呀，可可啊，这些都是妈妈给你买的。这么多，您给我买这些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妈妈想让你啊对自己好一点，万事都不能输给外面的女人。外面的女人要查出轨的事啊，就要从蛛丝马迹下手。什么蛛丝马迹？最有力的3个证据：香水、口红印、头发丝。啊，就是，嗨，就是你不是也说了吗？女人在职场打拼，那是竞争很激烈的。妈妈的意思啊，就是别人化妆你也化妆，别人抹口红你也抹口红，别人涂面膜你也涂面膜，总之一切都不能输给别人了。哎呀，可可呀，你这孩子其实哪儿都挺好，就是心呐太大了。你知道吗？男人呢，他喜欢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所以啊，为了你的家庭稳定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啊！不接电话，晚上不回家，而且说不出所以然，这就是出轨。而且呢，你还要注意，这男人啊，经常挂在嘴边的3句话。哪3句话？我很忙啊，我好累呀，我哪有啊？只要答不上来就是有问题，有问题就必须把它消灭掉。可可，你知道吗？男人是一个爱说谎的物种，而且呢，他们对欲望有无限的刺激的要求，所以为了你的家庭生活稳定，你一定要找一些有情趣的事情来做。完了，又来了，又要逼我怀孕了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跟小俊现在感情好着呢，我们只不过是工作太忙了，没把重点放在那儿。姐，不防着怎么行啊？一个男人晚上不愿意回家，这就是感情有问题了。那要真出现了，怎么解决呢？解决的方法就是多观察、多检查、多关心，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抓住小俊的心。反正啊，我给你做这些准备呢，只是为了让你防患于未然。你让我防你儿子？妈，您最近有没有去医院复查一下您的激素水平啊？可可呀，这跟我的激素水平有什么关系呀？哎呀，女人嘛，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儿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妈。可可，喂，沈总，你找我什么事情啊？问问你到家了吗？到了。那就好。我想了一下昨天的事情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不知道你家里人怎么说？主要是我怕引起误会。啊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谢谢你的关心啊。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啊。如果需要，我也可以去跟你爱人解释一下。但是真的没什么事情。沈总，我现在还有事情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啊。
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再见。沈总，晚上你有时间吗？行。我妈她怎么给你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啊？她是嫌你还没有女人味吗？她不光给我买这么多化妆品，还跟我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。搞得我云里雾里的。我妈她跟你说什么了呀？她让我看紧你，让我要防着外面的女人，别输给他们，还教我防3术。啊？我妈跟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呀？她最近是不是更年期没事找事儿啊？那你是不是有外面的女人了？我怎么可能会？我敢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我呢？这是什么香水啊？啊，我用的你的香水啊。反正你将来要敢有别的女人，我肯定不放过你。啊，我不敢。要你也不敢。哎，那你说你妈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。我是不是要买点什么东西给她呀？你让我想想，你送她点什么？哎，我前2天在公司的杂志上，我看到有一个女演员代言的那个按摩椅，好像现在还挺不错的。要不你就买那个送给我妈吧。什么牌子？我给你。在你吻我的那一天，是凄美的谎言，还是约定的永远？应该还在开会吧？总是难以兑现，爱情只能再回到原点。在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幸福的誓言刚说到了一半，最后的理智还是难以婉转，只剩下寂寞的纠缠。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的心？最后的等待也被淹没在深海。该用多少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。哎，这么早？谁电话？
喂，沈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工作上的事儿。沈总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挺想帮你的。可是你说我是骑士公司的员工，我老往你那儿跑的话，其他员工也会说闲话的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上班吧。哎，谁电话呀？那么神神秘秘的，不会是王可可吧？当然不是了。不是，不是那个王可可，是这个王可可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别逗我了，行不行？哎，电脑怎么不亮了？不是谁给我拔了吧？是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亲爱的。嗨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程总没来呀？你下次能不能看看周围的环境啊？这这。你跟财务部的人混得很熟吗？那么报集团特批的启动资金，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看到1毛钱？那个钱现在还没批下来。为什么不催？集团审批是有自己的流程的，就算是特批也没那么快。你有时间跟同事打情骂俏，能不能多花点时间把心思放在公事上？还是说你喜欢李小军？没有，我跟他不熟，我只是跟他多说了几句话而已。陈总，这个钱的事情我会去催的。我把你招进公司，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你抓紧财务部，让他们配合我们做资金的安排。你到底有没有意识，一个总经理助理应该干些什么事情？现在这个项目只缺启动资金，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对不起，陈总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我会去处理的。只要我这件事做完，你在李小军面前告诉他，我们公司的财务有问题。喂，沈总。喂，程总。你们公司的财务有很大的问题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不晓得还怎么跟你们公司合作下去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今天有没有空？我们见面聊聊。好的，谢谢。好。程总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还有，这个项目的事儿，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吗？等我跟沈总碰面再说吧。李小军，李小军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老板的女人你都敢碰，你胆儿太大了吧你！说什么呢？你别装糊涂了。王可可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她怎么进的公司，怎么当的总经理助理，
你明明有老婆，你怎么还勾引别人呢？人家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呦，小名你都叫上了啊！我以前觉得你是一特别有正义感的人，现在啊，我瞧不起你。你这么着，咱怎么混呢？以后在公司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我说话难听啊？你干的事儿上不了台面吧？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不是就跟你老婆叫一名吗？你就把他当你老婆了？上班一老婆，回家一老婆，你昏了头了吧你？你再这么做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就会被开除了你。程总，其实李小军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他这人本质不坏。我猜吧，他可能就是觉得王可可跟他老婆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他才那样的。你也知道，李小军还年轻，这事儿也不一定是男的主动的。现在的女人都是来势汹涌的。程总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您看我一小经理，我也管不上。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我也有事想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我觉得我快完了。陈总肯定是发现了我们点什么。今天上班的时候，他对我好凶啊！估计他要把我开除了。我想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情。我觉得程总他肯定发现咱俩有什么不对的了。因为今天袁经理找我谈过话，他说如果是要开除人的话，第一个开除的就是我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不了咱不干了嘛，对不对？咱辞职不就完了吗？我养你。都辞职了，你拿什么养我？老婆，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但是不太成熟，你想听吗？说。既然咱俩是夫妻的事情呢，快被发现了，还不如有一个人主动的离开。我申请外调。你调到哪去啊？你对我们那个项目客户卓然公司还有印象吗？卓然公司，好像有一点。他们想把我外调过去，他们是一个投资公司，发展潜力还挺大的，而且也有投资意向，比这边工资要高一些。你说我要是过去了呢，我还可以替我们骑士公司申请一些专项资金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你要是去了那个公司，那我们公司就不会有人再为难我了，我还有可能能够完成我的任务。老公，你太聪明了。老婆，那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为了可可，明天还是找程总说吧。沈总的个性豪爽，我相信你一定是言出必行，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答应了，我肯定能做到的。那太好了。我什么时候方便让人去公司取支票呢？不好意思。女朋友？我们谈公事。谢谢程总的大力配合，你这事儿做得非常的漂亮，我很满意。资金方面我们已经全部到位，只要你的启动资金一到，我就马上注资。果果，
骗我！果果，欣桐，你不好意思，您没事吧？服务员，给魏小姐拿纸巾。不好意思，果果，果果，果果。我李生哥哥从来都没有这么相信过一个男人，可你居然骗了我！你不是答应过会照顾我一辈子吗？结果呢？你背着我和这样一个女人约会，陈大成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！帅，你帮帮我吧。上车吧。香水跟女人一样，都值得研究。一个美女子散发出来的气质，就应该像这样，香而不腻，纯而不淡。限量版的，小令我的。这么容易就满足了？这个才是真秘籍，没有秘密。这酒是我10年前刚去法国的时候买的，等了34年才遇到你。34年的缘分。我要借由这个项目成就我自己，当然，同时也满足我女人的安全感。那到时候你就要改名字叫做程大亨。总之呢，等到这个项目成功了，我就送你艘游艇，叫做果果号。我不要。一艘游艇价值1亿8000万，都打动不了你的心呢。我不要果果号，我要的是成果号。一言为定。那到时候你就是大亨夫人了。人家有没有说乱讲？什么？这些花是用来谢谢你的，可是我亲自找人布置的。这是家里钥匙，我下了班就回来。很快，你就可以乘着你的成果号出海乘风破浪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想要的幸福。我相信你。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大成，你可不可以一辈子都不要离开我？陈大成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我，绝对不！
我希望我的女人有教养、大气。那个女人只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我是要利用她的资源来完成我的计划，因为我要报仇。报仇？当一个小孩看到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入狱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只会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报仇。20多年来，这把火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熄灭过。我努力读书、工作，做了一切我所能做的准备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自己的项目，回到这片土地上，为我父亲报仇。当我回来之后，我遇见了你。啊，那你吧？我在法国念完博士之后，就在一家法国企业待了5年。那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哪儿？我现在没有工作，虽然有几家公司都给了我 offer， 但是我还在考虑，因为都不是太满意。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，还提供给我工作机会。因为我觉得你这人看起来挺老实的，而且你条件又那么好，你比他们公司开出的条件还要高呢。我把你介绍出去，我多有面儿啊！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机会。你 offer 我一个骑士公司总经理的职位，这正好给了我一个平台，让我能够开始我的计划。而李小俊又把沈南卓扯了进来。你知道，当你告诉我沈南卓是齐志强的小老婆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？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没有想到我这么顺利就找到了我要找的人。你说的是齐志强？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，他们曾经是投资圈的黄金拍档，他们一起做过很多事情。但是就在某一次，一个很大的项目投资的关键时刻，齐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撤资了，他去投了别的项目。他害我父亲背上了商业诈欺的罪名，我的母亲也因此得了忧郁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来报仇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给我的这些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吧？怎么了？你怀疑我的能力？当然不是怀疑你了，我是怕这个项目太热了，太多投资商跟进，到时候会把市场搞乱了。这个项目越热，我越好整合资源。如果一个项目，它的资料、备案、手续，还有它的实体经营，如果都是真的，那当然是一个好项目。可是如果这项目里有任何一个环节是造假，或者是含有什么隐患，那就会害死很多人。只要是个赚钱的机会，我相信没有人会放弃的。可是如果这个项目里有什么问题，那不但会害到我，也会害到我后面的投资集团。广告反响这么好，投资商为什么不跟进？投资商表示要看到项目启动的时候才愿意跟进资金。要不我来帮你找启动资金？你不要插手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去接触沈南卓呢？他只是我接近齐志强的一条线索，顺着这条线，我才有希望能够拿下齐志强。那天你告诉我你的故事，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发誓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但是我也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的计划，所以我希望你遇事淡定、冷静、优雅、大气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会遵守我的诺言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
游艇项目现在进展的怎么样？老齐，你既然把项目交给我了，你就应该给我足够的空间呢。新公司的成立就是为了这个项目，现在注册与审批手续都已经齐备了，资金也打进去了，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呢？是不是就缺个财务经理？难道说没有李小俊，这个项目就进展不下去了吗？公司一个小小财务任用，你都要管啊？你第一次操盘这么大的项目，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顺利，别做太出格的事。哎，快来坐下啊！可可坐下。哎，可可呀，妈妈问你点事儿啊，你和小俊啊，平常都怎么上班的呀？怎么上班？一前一后。哎呀，要我说嘛，这就不对，你知道吗？这明明是合法夫妻，每天这样偷偷摸摸的。可可呀，要我说呀，这隐婚呐，它还是很大问题的。妈，您别担心了，我们隐婚隐得好着呢。可可呀，你要听我说，他隐婚是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尤其对男人，对吧？他一天到晚老偷偷摸摸，最后偷偷摸摸成习惯了，这可不好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还不了解您儿子，小俊不会这样的。再说，我们隐婚的时光就要过去了。小俊现在有机会可以借调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了。哦，那就是说不在一家公司就不用隐婚了，是吧？啊，正好。哎，那他那个新公司的老板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小俊说是夫妻公司。哎呦，可可呀，不在一家公司，他更让人担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妈，您担心什么呀？哎呀，妈，您是不是觉得小俊最近有什么问题？你也觉得小俊有问题？我没觉得小俊有什么问题，我觉得您好像有点问题。我？妈，您最近是不是觉得身体特别的燥热，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疑神疑鬼的？妈，要不我看您还是去找我爸开个方子，调理身体吧。王可可，你真跟你爸爸是父女俩？我跟你说了100遍了，快1万遍了，我没病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哎，我妈怎么问你问了那么久？是不是都问工作的事情？你说什么了？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怎么了？又没什么不能说的，除非真做什么不老实的事情。我能做什么不老实的事情啊？我还能骗你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公司把我派过去的，不是我自己去的。这个你有什么好怀疑的？我不是怀疑你，我是担心你妈好像真有点问题。程总，我决定申请到卓然公司上班去了。决定去了？对，我得为2家公司利益着想。这个就像您所说的，卓然公司它是一家新的公司，在财务上呢，可能需要一些人的帮忙。如果他们要是在财务上有些失误的话，可能会连累到我们的公司。所以我想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那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就过去吧。好。喂。
年轻有为，不愧是商业界的精英啊！祁董，您过奖了，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还有很多地方要跟您学习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已经很少像你这样这么沉稳而又谦虚的了，让我这个老头深深的感到这后浪拍打前浪的压力。祁董，您太客气了。我喜欢你这样的人，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祁董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项目呢？通常我不会在这些枝微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。我看案子就跟看人一样，我看大不看小。那祁董是愿意投资这个案子了？我的理解正确吗？正确。能够跟你合作是我的荣幸。太好了，我也一直希望能够在国内做一些事情，这是我的光荣。我也觉得，好的项目就要立项在高手的手里。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跟您这位高手学习。这个案子一定是强强联手，才会收益匪浅。是的。但是，祁董，您有任何的想法，请说。有一点我一直不明白，这么好的一个案子，为什么迟迟不启动呢？除了放在我案头上的那个方案，还有什么进展吗？是这样，这个项目目前处于等待启动资金到位的一个阶段，只要资金到位了，这个项目马上可以向下进行。陈总啊，你身为立威集团下属投资公司的总经理，你们集团或者说是你们公司，难道对你不给予支持吗？这个说来很惭愧，我们骑士公司是投资型公司，但是立威集团主要营业项目是商业零售，核心业务不一样，而且集团内的财务审批过程非常冗长，所以我现在还在等待集团申请的资金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好做优势项目的合作了，因为我们两方在节拍上不在一个节奏上。就算将来资金到了位，恐怕合作起来也会有其他的问题吧。这个请祁董放心，只要项目启动了之后，所有的流程我都可以掌控。好，只要你启动，我就跟动。太好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请说。这个项目是你自己的，还是骑士公司的研发？不瞒您说，这个项目是我带进骑士公司。不过现在毕竟我身为骑士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必须遵守集团内的规定。如果是我私人的，那么我可以找一些私募基金，这个项目完全可以现在直接启动。蔡总，你真是一个非常懂游戏规则的人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在进行的过程中你遇到什么阻力，做不下去，我们欢迎你把这个案子带到我们这里来，我可以提供一笔可观的佣金。祁董，我花了很多心血才做出这个项目，倒不全是为了佣金。我明天啊，可就到新的地方工作了。我还真的挺舍不得你的。有什么舍不得的呀？反正都在一个城市，到了新的工作环境呢，就不会有人发现咱俩的关系了。等这个项目好了之后啊，你也稳定了，拿了奖金，我呢，就可以做你背后的小男人了。哼，态度不错嘛，继续保持。这个是领导教导的好。等你去了新公司，我就不是你的领导了，你有新领导、新老板、新同事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永远都是我的最高领导。